继续来到台南玉井的清风社区，离这个活动中心的4颗练凳是来种900丛的澳洲地树，除了会当美化环境、赶网虫，每一年采收一届，阁会当卖钱，替社区增加收入，服务到更较多弱势家庭。 台南玉井清风社区伫活动中心边啊种几百丛的澳洲地树，社区理事长叶基祥表示讲，种地树伫照顾上真简单，唔免逐工压水，只要定期抠草就好啊。除了有美化环境的作用以外，佫会使为社区开创经济来源。我哋经济来源啊，所以讲种澳洲长树啊，伊会当收钱，啊，佫再会当美化咱这个社区。 种这款地树讲较无网虫，所以讲区长陈清天嘛真认同社区这款的做法，安会使为社区带来收入和活动有经费。买一寡咱平常需要用的一些零件物品啊。以后这个社区是毋是透过跟一寡业者的结合吼，来创造因社区的特色吼，相信理事长会来好啊思考啦吼。 社区理事长叶基祥表示讲，当年会配合做精油的农友采收一摆。 将收入运用到社会活动上，和这个社会关怀站会使长期的运作。